来看台北市立委的选情，这台北市港务区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李干秀抛出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加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相挺的影片，有关对手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郭家如是找赖清德来支持。吴欣岱呢是面切抛出甲半导体女王苏姿丰因老爸做翕的相片，讲这个苏爸爸挺伊守护台湾。 立委候选人吴欣岱面切抛出和台湾半导体女王苏姿丰爸爸苏春怀两人我甲真近欢喜比翕的相片，公开强调苏爸爸真该支持，选举前一天嘛甲对手郭家如呛声，好像谁比较穷，谁比较可怜，谁先哭就赢了。但是这样会让我们的选区被摆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就是选前装可怜，选后唱行回亏。选票分裂在内湖南港会非常的危险，那只有集中选票、团结才能赢。那过去13年来，我想我们的努力，大家也都有看到。郭家如一直赶快照关电现场，前往内扫街和选民博感情，成为民进党立委候选人，找赖清德支持。郭家如面册搁再铺文台湾对出法，和咱同齐伫咧录影片，甲选民发声。国民党内南港区立委候选人李干秀嘛出招，让李彦秀能够重返立法院，为我们党的地区的建设，能够到南港来为李彦秀。 加油！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嘛表态支持，各党都有爱好者。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当然在立法委员部分，他可以支持吴欣岱，这也凸显出高嘉瑜长期游走投机在绿白之间，仍旧受到很大的质疑。港务区立委基政区候选人尽全力吹落去，要把握选情上尾有票。 Hello， 我是林明瑞。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